成日同你講，大灣區養老平環境好，5星級康養無敵好。點解真實現實入面9成9嘅豪華養老院空置晒，淨係得8.7%入住率？唔係港人唔中意北上養老，亦都唔係內地設施唔夠好，而係呢個看似筍到爆嘅養老商機，根本係地產商精心佈局，專氹香港長者退休金嘅跨境騙局。今日我一次性爆晒所有業內黑幕、法律盲點、醫療死穴，救你同你爸媽一世嘅棺材本。人到中年臨近退休，每一個香港人心裏都有一個好簡單嘅晚年願望：一世捱生捱死，儲盡公積金，守住香港寸金尺土嘅物業，辛辛苦苦積落百萬身家，無非就係想60、70歲之後唔使再奔波勞碌，可以揾個環境舒服、配套齊全、性價比高嘅地方安心養老，唔使逼住香港窄到離譜嘅安老院，唔使承受天價養老費用，更加唔使為咗一個普通養老床位排隊幾年，只想用自己辛苦半生嘅積蓄換20、30年安穩無憂嘅退休生活。呢個係絕大部分香港長者普通家庭最樸素嘅心願，亦都係近年大灣區跨境養老風潮愈趨愈旺嘅根本原因。相信好多朋友平時刷新聞睇短片，成日都會見到一大堆大灣區高端康養社區5星級養老院嘅宣傳，唔同嘅自媒體、香港中介輪番造勢，大力吹捧北上養老嘅各種優勢。園區夠大，綠化夠靚，戶型寬敞，配套奢華，24小時管家服務。對比返香港本地安老院擠迫簡陋，床位嚴重不足，收費天價嘅現狀，反差大到令人心動。再加上市面話大灣區養老收費平一大截，仲有政府北上養老政策加持福利補貼，令到無數長者誤以為大灣區養老就係香港人晚年嘅最優解。但係大家有冇認真深究過一個全網都刻意迴避、極度詭異嘅真實數據？嗰啲號稱投資幾十億、對標國際5星服務、全齡康養配套拉滿嘅大灣區頂級養老項目，真實入住率竟然得係7%啦！呢個數據絕對唔係坊間傳聞，係內地民政統計、香港立法會調研雙重核對出嚟嘅權威真相，係直接撕碎大灣區養老美好濾鏡嘅最強證據。講得直白啲，100間裝修豪華、配套齊全嘅養老房，有90幾間長期吉置，無人入住、無人問津。好多人第一反應就會覺得空置率咁高，無非係宣傳唔夠，內地長者消費力唔夠啫。但係真實嘅行業利幕同市場真相，遠比大家想象中黑暗兇險。呢個低到離譜嘅8.7入住率，從來都唔係營銷問題、地域需求問題，而係藏住一個連香港特區政府都極少公開講解、刻意避而不談嘅粵港兩地法律同監管盲點，更加係一班深陷債務危機嘅內地房企，專門針對香港退休長者設計嘅跨境資產收割圈套。今日呢條片呢篇深度拆解，我會拋開所有官方包裝市面話術，由行業底層邏輯、兩地法律差異、房企債務套路、港人真實維權慘況、跨境醫療致命隱患幾個維度，徹底揭穿大灣區跨境養老嘅全部真相。全文乾貨無廢話，認真睇完，隨時可以幫你爸媽、你屋企長輩保住一世辛苦儲落嘅退休金、棺材本，避開晚年最致命嘅財富同人生危機。首先，我哋徹底拆解8.7呢個顛覆大家認知嘅核心數據，打破所有人嘅錯誤觀念。好多人以為大灣區養老院吉置多，係因為內地人唔中意去高端養老，只要多揾香港客源就可以填滿所有床位。但係根據內地民政系統公開嘅年度數據，內地養老機構整體平均入住率唔夠50%，大灣區外圍非核心片區嘅養老項目空置率甚至超過60%，足以證明內地養老市場本身就嚴重供過於求，根本唔存在需求短缺嘅問題。反觀香港情況完全係另一個極端，香港人口老齡化速度長期位居全球前列。根據香港統計處人口推算數據，未來幾年香港每3個人入面就有一個係65歲以上嘅長者。老齡化持續加劇之下，香港本地養老資源缺口越嚟越大，公營安老院輪候動輒幾年，好多長者等到身體變差都未排到床位。私營安老院收費年年加價，每月2萬港幣嘅費用，隨時只換到一塊木板拼出嘅簡陋床位，環境擠迫、噪音嘈雜，連最基本嘅專業護理都保證唔到。一邊係內地大把高端養老床位長期吉置無人問津，一邊係香港養老資源嚴重稀缺，一床難求。明明係完美互補嘅市場格局，最後竟然出現
失敗嘅極端低入住率本身就係最大嘅反常。如果大灣區高端養老真係好似宣傳咁，性價比超高，服務優質，保障充足，面對香港龐大嘅養老需求，絕對唔可能出現大規模空置。呢組數據背後係內地房企轉型養老產業嘅完整收割套路，亦都係成個跨境養老騙局嘅底層邏輯。熟悉內地樓市嘅朋友都知，前幾年內地房地產經歷咗全方位嘅深度洗牌，恒大、碧桂園、融創等一眾大型民營房企接連爆雷，全線陷入債務危機，大量新盤賣唔出商業綜合體，爛尾別墅住宅庫存堆積，令無數房企資金鏈斷裂，背負幾百億、上千億嘅巨額債務，每日都要面對沉重嘅利息壓力同違約風險，為咗盤活手上賣唔出嘅爛尾資產，自救續命，快速回籠資金。絕境當中嘅房企揾到咗新嘅出路，銀髮經濟大灣區跨境養老風口，好多人完全唔知情。而家大灣區市面大肆宣傳嘅5星康養基地、全齡養老社區、高端安老中心，絕大部分都係房企滯銷、積壓資產改造而成。原本賣唔出嘅獨棟別墅、閒置商業公寓、無人問津嘅文旅樓盤，簡單裝修翻新、包裝美化之後，即刻搖身一變，成為環境奢華、配套頂級、主打高端養老嘅康養項目。房企不惜花錢做勢聯手，香港中介大肆宣傳，根本唔係真心想做好減樓服務、深耕康養產業，而係借養老政策紅利，極速收割現金流，填補自己嘅巨額債務黑洞。房企精準拿捏香港養老資源不足、長者想晚年享福、追求高品質生活嘅心理，同香港本地中介行業講師合作，搭建起一套成熟嘅跨境營銷套路。所有宣傳重點都淨係講優勢。超大私家花園、恒溫溫泉、24小時專屬管家、獨立獨棟戶型、清幽自然環境，對比香港本地安老院嘅簡陋擠迫，視覺體驗反差極大。再加上月度收費遠低於香港私院，成功令大批香港長者心動，一心覺得北上養老係穩賺嘅選擇。但係所有宣傳都刻意隱瞞最核心嘅真相，亦都係疤。入住率嘅真正原因，內地本地長者消費能力有限，支撐唔起高端養老項目嘅運營成本。而香港長者雖然有強大嘅養老需求同消費能力，但礙於兩地制度、法律、醫療、資金風險，根本唔敢真正入局。更關鍵嘅係呢啲房企養老項目由設計之初就唔係靠每月幾千蚊嘅養老10號費賺錢，單純靠月度康養收費，連人工、水電、物業、護理成本都覆蓋唔到，更加冇可能還清房企嘅巨額債務。佢哋真正嘅盈利核心，亦即係無數香港長者踩坑嘅致命陷阱，就係一次性大額會員費、長期床位使用權認購模式。呢個亦都係成個跨境養老騙局嘅核心載體。好多香港長者實地參觀大灣區養老項目，見到環境靚過度假村，硬件齊全，銷售態度殷勤，好容易就會放下戒心。呢個時候，銷售人員就會推出極具誘惑嘅專屬方案，精準拿捏長者嘅養老心態同理財需求。銷售會同長者講，唔需要逐月俾貴價服務費，只要一次性俾20萬至100萬人民幣，就可以認購20到35年嘅床位使用權，或者升級高端終身會員。成為會員之後，日後每月嘅管理費、護理費可以大幅減免，甚至免費入住，床位使用權仲可以自由轉讓過戶升級，等於提前鎖定終身優質養老資源，仲有資產增值空間。對於好多香港長者嚟講，畢生公積金舊樓變賣款項、退休積蓄，剛好可以覆蓋呢筆費用。喺佢哋眼中，一次過俾100萬換20-30年無憂養老，絕對係超級划算嘅晚年投資。但絕大部分長者都懵然不知，喺佢哋簽下呢份看似着數嘅養老合約，一刻身份就由普通消費者徹底變成房企嘅民間債權人。從法律層面深度拆解，所謂嘅床位使用權、養老會員資格，根本唔係正規減樓服務權益，只係一種遊走喺法律灰色地帶變相集資嘅金融產品，本質同企業債券集資產品一模一樣。呢個就係大灣區養老行業最隱蔽、最致命嘅收割套路。房企通過養老項目收割嘅數十億香港長者退休金，從來都唔會用於升級醫療設備、聘請專業護士、優化康養服務、維護園區配套，反而會第一時間歸集到企業總部賬戶，用嚟對付到期債務，填補其他地產項目嘅資金窟窿，維繫企業現金流。簡單講，香港長者嘅養老保命錢全部被挪用幫房企還債。而
而養老項目承諾嘅服務升級、品質維護，全部都係空話。一旦房企債務徹底爆雷，資金鏈完全斷裂，或者養老項目因為資金枯竭倒閉停運，長者手上價值百萬嘅床位證書、會員合約即刻變成一張廢紙。呢度同大家科普一個好重要、好多人唔識嘅破產清償規則。房企清盤之時，國有銀行、大型金融機構係第一，順位債權人優先瓜分晒所有資產，供應商、工程商等機構債權人緊隨其後，而買床位、買會員嘅普通長者係最末位嘅民間債權人，完全冇優先賠償權利。過去幾年內地多宗房企破產案例已經證明晒呢個事實。無數購買養老床位會員服務嘅投資者，最後血本無歸，企業資產全部抵押，賬戶凍結，項目查封，長者求助無門，維權無路，辛苦一世嘅幾十萬上百萬積蓄，瞬間化為烏有。最令人絕望嘅係，呢種收割模式做到近乎合法，完美規避咗詐騙嘅法律定義。好多受害者事後都會疑惑，明明係赤裸裸嘅騙錢，點解報警起訴都冇用？核心原因就係呢啲養老合約全部由資深商業律師團隊精心打磨，由合法註冊嘅引流數付公司簽約，所有條款都規避咗詐騙定性。表面係正規引流數付合約，實則暗藏大量霸王條款、法律陷阱。一旦發生糾紛，司法機關唔可以定性為詐騙，只能夠歸類為普通商業違約，直接導致維權嘅香港長者陷入兩難絕境。身處兩地法律夾縫，香港警方消委會冇司法管轄權。內地維權流程複雜，成本高昂，勝訴率極低，絕大多數人最後只能自認倒霉，獨自承擔所有損失。講到呢度就要拆解成個大灣區養老最核心、最隱蔽嘅痛點，亦即係特區政府一直避重就輕，唔敢深入講解嘅粵港司法同監管盲區。好多觀眾都會好奇，既然跨境養老風險重重、陷阱遍地，點解特區政府仲持續推廣廣東院舍計劃、福建養老計劃、大灣區醫療券試點，不斷鼓勵香港長者北上養老？想睇透呢個問題，首先要明白一國兩制之下，粵港兩套完全獨立、互不隸屬嘅司法管轄體系，呢個係所有風險嘅根源。香港實行英美法系，內地實行大陸法系，兩套法律監管執法系統完全獨立、互不互通。香港特區政府嘅行政權力、警方執法權、消委會監督權、社署管控權，全部止步於深圳河，絕對唔可以跨界延伸到內地。呢度就形成咗致命嘅監管真空。好多香港人喺本地透過中介講座了解大灣區養老，全程資訊洽談溝通都喺香港進行，但簽約主體、收款公司、項目場地全部屬於內地司法轄區。按照法律界定，呢單交易嘅履約地、資金流向項目屬地都在內地，所有糾紛、違約事故問題一律歸內地司法機關管轄。香港所有官方機構都無權介入、無權干預。換句話講，一旦你喺大灣區養老遇到無良商家單方面加價、縮減服務、捲款跑路，香港警方唔可以立案，拉人唔可以跨境調查，香港消委會冇強制執法權，只可以象徵性發函求助。對方理唔理、幾時處理，全憑自覺。香港社署更加監管唔到內地養老項目。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普遍嘅港人維權案例。有香港長者經香港正規中介簽約大灣區某高端養老社區合約，寫明每月基礎服務費4000人民幣，單人獨立付慶，24小時專屬護理，免費園區康養設施。但入住1年之後，原營方單方面暴利加價，藥費直接漲到1000蚊，仲強行將單人房改成雙合住，大幅降低居住標準。仲有部分項目資金鏈斷裂，突然關門。老闆捲走大批長者養老金失聯，受害者返港報警，向消委會同社署投訴，得到嘅答覆永遠一樣：案件發生喺內地轄區，香港部門冇管轄權，無法協助處理，需要當事人自行去內地報案打官司。對於年邁體弱唔熟、內地法律語言溝通有障礙嘅香港長者，跨境維權耗時耗力耗錢，舉證困難，週期漫長，9成9嘅人最後都會無奈放棄，白白損失幾十萬積蓄。好多人誤以為特區政府推出嘅北上養老福利已經為港人搭建好完善嘅保障體系，可以規避所有風險。好似長者可以喺內地領取香港高齡津貼生活補助，醫療券可以喺大灣區指定醫院使用，睇落好似福利完善，無縫對接。但係大家忽略咗最致命嘅政策割裂問題。政府只打通咗福利兌換通道，
完全冇建立對應嘅監管兜底機制。直白啲講，香港政府願意俾港人內地使用福利津貼，目的係減輕香港本地養老床位壓力，緩解醫療擠兌，縮減社會福利開支，但完全唔想去監管，亦都冇權力監管內地嘅硬樓訴扶機構。香港本地安老院受安老院條例嚴格管控，社署定期突擊巡查，監管護理人手比例、床位空間、收房安全、飲食衛生服務質素，違規即罰、即整改、即停牌。長者權益有絕對保障，但大灣區內地養老項目歸內地民政局、市監局、衛健局監管，執行嘅標準同香港嚴苛規範天差地別。好多宣傳得天花亂墜嘅高端康養項目，紙面標準完美無瑕，但實際運營漏洞百出。大量護理人員係周邊農村臨時招聘，冇接受過專業醫療康養培訓，唔識老年慢病護理應急救援、康復照料，完全匹配唔到香港長者嘅養老需求。而香港社署對此零監管、零核查、零處罰，形成巨大嘅監管真空地帶。比監管真空更荒謬、更離譜嘅係稅務同福利制度嘅雙向拉扯漏洞。呢個漏洞多次被香港立法會議員質疑，但多年嚟一直冇任何整改，成為跨境養老家庭嘅無形枷鎖。根據香港稅務條例規定，子女申請供養父母免稅額，核心前提就係父母通常居於香港。而特區政府嘅對外宣傳同政策導向，一直鼓勵香港長者北上大灣區養老，聲稱可以舒緩香港養老壓力，俾長者更好嘅居住環境，實現兩地雙贏。無數孝順嘅香港子女響應政策，自費承擔高昂嘅跨境養老費用、兩地交通費、跨境醫療費，盡心盡責贍養北上養老嘅父母。但每年報稅申請免稅額之時，一律被稅務局駁回，理由就係父母長期居內地，唔符合通常居於香港嘅要求，無權享受稅務減免。呢個就係極度矛盾嘅制度悖論。政府號召大家北上養老，減輕本地公共資源負擔，轉頭就用稅務制度懲罰積極迫害政策，盡責贍養嘅家庭。子女嘅贍養責任冇半點減輕，反而多咗跨境陪護、交通、異地醫療等大量額外開支，卻失去咗原本合法應有嘅稅務福利。呢種政策向前推廣，制度向後捆綁嘅割裂現狀，充分證明大灣區養老融合只重宣傳噱頭，完全唔重制度配套，亦都係好多家庭不敢北上養老嘅關鍵原因。如果話資金被騙、維權無門、制度不公係財產同權益層面嘅風險，咁跨境醫療嘅系統性漏洞就係直接危及長者生命嘅致命隱患，亦都係8.7超低入住率最深層嘅核心原因。所有大灣區養老中介嘅宣傳話術必定會重點吹捧醫養結合，話養老院緊鄰三甲醫院，院內有醫療中心、香港醫療券，通用就醫無憂。但呢啲話術永遠只講優點，刻意隱瞞最致命嘅醫療風險差異。首先係兩地醫療糾紛、維權體系嚴重不對等。香港醫療監管嚴格，流程透明，有完善嘅醫療事故鑑定、追責賠付機制。一旦出現誤診、漏診、醫療失誤，患者可以透過法律援助高等法院訴訟維權，追責清晰，賠付到為全程公開。但內地醫療糾紛處理體系完全唔同，所有醫療事故鑑定由當地醫科係負責，存在嚴重嘅屬地保護傾向。對於年老體弱、唔熟內地規則、缺乏本地資源嘅香港長者同家屬，喺內地遭遇醫療事故之後，想取證鑑定追責，索賠難度極高，幾乎等同登天信息差、資源差、地域差，令絕大部分港人只可以默默承受傷害同損失，完全冇維權之力。其次係內地醫療費用極度不透明，隨時可以變成無底洞，徹底打碎港人對北上養老性價比高嘅認知。香港長者有完善公立醫療兜底，公立醫院住院、手術、基礎治療費用極低，每日基礎住院費只需要幾百港幣，大額醫療開支全部由政府補貼兜底，普通家庭唔使承受巨大壓力。但內地醫療以市場化運營為主，醫保限制極多，暗藏無數隱形消費陷阱。就算香港長者可以參保內地城商居民醫保，每年只需要交幾百蚊冇保費，睇落有基礎保障，但醫保報銷有嚴格目錄限制，大量進口特效藥、靶向藥、高端體檢、重症監護、康復治療，全部屬於自費項目，醫保1分錢都唔會報銷。一旦長者突發中風、心臟病、腦梗等高危老年病，緊急送入周邊三甲醫院，醫院第一時間唔係救人，而係要求家屬繳納數萬甚至數十萬人民幣嘅住院押金。
好多香港家屬身處香港，無法即時跨境匯款到場簽字，隨時錯過最佳救治時間，造成永久損傷甚至危及生命。除此之外，養老機構會隨意根據長者身體狀況上調護理等級同收費標準。一旦長者失去自理能力，需要專人陪護，遇到護理費會由幾千蚊暴漲至上萬蚊。所有霸王條款都寫死喺合約入面，家屬只可以被動接受，冇得議價，冇得拒絕一場大病，短短幾個月就可以耗盡長者一世嘅公積金、退休金所有積蓄，徹底擊碎晚年安穩嘅所有希望。最致命亦都係絕大部分港人完全唔知情嘅隱形風險，就係跨境危重病人轉運嘅制度空白。好多家屬見到長輩喺內地治病效果唔好，病情惡化，第一時間就想送返香港公立醫院救治，但現實係粵港兩地車牌管制、醫療資質壁壘、法律差異、通關限制，徹底封死咗點對點跨境急救轉運嘅通道。目前完全冇正規救護車可以直接將危重病人由大灣區養老院送往香港公立醫院。如果堅持回港救治，家屬只可以自費租內地私人救護車，將病人送到深圳灣、落馬洲等口岸，喺露天暴曬或者寒風凜冽嘅邊境線上，將插滿醫療管路、生命垂危嘅長者由內地救護車落床，人工搬運過邊境，再抬上香港消防處救護車先可以送院。對於生命體徵唔穩定、隨時會病危嘅重症長者，呢一番折騰同搬運根本就係拿生命賭博。雖然兩地政府有試點跨境救護車服務，但名額極少，流程繁瑣，覆蓋範圍極細，完全應付唔到突發急性重病，根本解決唔到普通長者嘅急救需求。就係呢一層又一層嘅隱形風險，令第一批試水大灣區養老嘅香港家庭親身經歷咗破財維權失敗、醫療兜底缺失、生命安全無保障嘅慘痛教訓。呢啲真實案例喺香港長者圈層快速傳開之後，所有人都變得極度謹慎。大家寧願喺香港排隊幾年，忍受簡陋擠迫嘅院舍環境，都唔敢輕易北上養老。呢個先係8.7入住率嘅終極真相，唔係大灣區硬件設施差，而係兩地制度、法律、醫療監管嘅系統性盲區，築起咗一道無形高牆，隔絕咗所有安全、靠譜、真實嘅養老需求。睇到呢度，好多人會問：咁係咪大灣區養老完全唔值得去？所有高端項目都係陷阱，一律唔可以入住。答案絕對唔係跨境養老融合，係大灣區發展嘅必然趨勢，亦都係解決香港養老資源短缺、舒緩社會福利壓力嘅最優出路。大灣區有香港無可比擬嘅土地空間、人力儲備，可以打造更寬敞、舒適、完善嘅養老硬件單輪、環境同設施。大灣區高端養老社區確實優勝於香港本地安老院。真正嘅問題從來唔係養老模式本身，而係兩地政府推進融合之時，只重宣傳、重數據、重經濟收益，完全輕視保障監管制度配套。特區政府享受住港人北上養老帶嚟嘅公共資源減壓紅利，卻唔願意搭建對應嘅法律保障、監管體系、醫療兜底、稅務適配機制，將所有風險、所有代價全部轉嫁俾普通家庭。我哋普通人冇能力改變政策、突破制度盲區，但我哋可以掌握自保方法，避開9成9嘅跨境養老陷阱。如果你或者你屋企長輩父母正喺度考察大灣區養老項目，計劃北上養老，一定要牢牢記住呢3條保命避坑原則，守住你嘅財富同晚年安全。第一條核心原則，堅決拒絕所有依次性大額付費、會員制、長期床位使用長人舊，無論銷售話術幾好聽，折扣幾吸引，福利幾豐厚，只有對方要求你依次性繳納超過3個月費用，或者幾十萬嘅會員費、床位現購費、終身服務費，一律直接拒絕。真正安全靠譜嘅養老模式，永遠係按月繳費，隨住隨俾每月結清當月房租、膳食費、基礎護理費，權責清晰、靈活自由。呢種模式最大優勢係主動權永遠喺你手上，一旦服務變差、房企爆雷、配套停運，你可以隨時終止合約、更換機構，最多只損失當月幾千蚊費用，絕對唔會輸晒幾十萬上百萬不生積蓄。喺房企資金普遍緊張、養老行業亂象叢生嘅當下，唔預付大額資金、手握現金流，就係普通人最大嘅安全底牌同談判籌碼。第二條核心原則，逐字逐句審核合約，絕不相信口頭承諾，死守書面權益邊界。9成9嘅養老糾紛、維權失敗，都係因為大家輕信中介同銷售嘅口頭保證，忽略合約入面嘅霸王陷阱。
香港中介所有宣傳話術、福利承諾、服務標準，如果冇寫進正式書面合約，喺法律上全部無效。中介只係中間人，賺完佣金就脫身，出事之後完全唔使承擔任何責任，所有風險全部由長者同家屬承擔。簽約之時必須重點核對收費調整機制、服務變更條款、護理等級變更規則三大核心內容。好多機構合約暗藏可按市場行情自主調整服務費嘅霸王條款，日後隨意加價縮減服務。你必須要求對方補充限制條款明確，每年費用漲幅上限唔可以隨意調價，同時寫明長者護理等級、居住戶型、服務內容變更必須經家屬書面同意，或者擅長確認機構無權單方面改動無權變相收費。所有約定白紙黑字寫清楚，徹底杜絕隱形消費同霸王條款。第3條核心原則：提前答辯完整嘅跨境醫療驗價醫孌，唔打冇準備嘅仗。醫療風險係跨境養老最致命嘅風險，必須提前佈局、提前規避。喺長輩正式入住大灣區養老院之前，家屬一定要實地走訪園區周邊3甲醫院，核實醫療權使用規則、自費項目、收費標準、急診流程、住院押金標準。同時儲備2至3間正規、有資質、口碑良好嘅跨境醫療轉運機構難輕方式，明確輕症留內地治療重症急症，即刻返港救治嘅分級方案。提前定好清晰嘅救治底線，普通慢病輕症可以喺內地醫院處理，重症急症、疑難病症即刻啟動跨境轉運，果斷送返香港公立醫院救治。整套預案一定要喺長輩身體健康、狀態穩定嘅時候提前建好，絕對唔可以等到半夜突發重病，醫院落病危通知，先手忙腳亂補救，錯失最佳救治時機。客觀公正咁講，大灣區跨境養老本身係利民惠民嘅好政策，能夠實現粵港資源互補，令香港長者享受更高質、平價嘅晚年生活，亦都可以盤活內地閒置養老資源，達成雙向共贏。但而家因為制度缺失、監管空白，房企逐利收割，硬生生變成風險叢生、人人忌憚嘅資本陷阱。7%嘅超低入住率就係市場最真實、最直接嘅回應。想要真正盤活大灣區跨境養老市場，令呢項惠民政策落地見效，絕對唔係加大宣傳、擴大推廣就可以做到。兩地政府必須直面現存嘅制度盲區、監管漏洞、維權困境，全面補位完善。香港稅務局需要優化稅務條例，對於真實長期北上合規養老、子女持續承擔贍養開支嘅家庭，一視同仁發放供養免稅額，消除政策同制度嘅撕裂拉扯。香港社署需要建立跨境養老機構認證、評級巡查機制，官方定期核查內地養老項目嘅服務質素、人手配比、隱存保證，公開合規機構名單，俾市民有據可依。同時，粵港兩地司法消保衛健部門需要設立專屬嘅跨境養老糾紛仲裁機制，簡化港人維權流程，打通維權通道，徹底打通跨境急救轉運旅恤通道，實現危重病人點對點無縫跨境救治，用制度守住長者生命安全。只有逐一填補法律、監管、醫療、稅務所有盲區，搭建完善嘅安全波靠網絡，大灣區養老先可以擺脫資本收割標籤，改寫8.7題嘅慘淡入住率，真正成為香港長者安享晚年嘅優質選擇。每一位長者嘅晚年安穩都值得用心守護，每一分畢生積蓄都唔應該成為房企還債嘅墊腳石。希望睇完呢篇深度拆解嘅朋友，可以徹底睇清大灣區跨境養老嘅全部真相，摒棄片面宣傳，保持理性清醒，守住自己同家人嘅晚年權益。記得將呢篇乾貨分享俾身邊嘅親友長輩，等更多人避開跨境養老隱形陷阱，遠離資本騙局。鍾意今次嘅深度內幕拆解，記得點讚、訂閱、留言、評論、分享、轉發。後續我會持續拆解大灣區各類民生陷阱、行業黑幕、政策盲區，持續輸出接地氣、夠乾貨、夠真實嘅內容，幫大家避坑止損，守護自己同屋企人嘅切身利益。大家有見過嘅跨境養老亂象、親身經歷同疑問，歡迎喺評論區傾偈交流。